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大埔宏福苑嘅長遠居住安排方案，決定由政府出資收購受災7棟樓宇嘅業權，而未被大火波及嘅宏志閣則暫未被納入收購嘅範圍。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近日舉行特別會議，在席嘅議員一致通過支持政府提出嘅方案，以及開立一筆為數40億元嘅新承擔額。需要指出嘅係，呢個方案係歷經年月嘅研究，廣泛考慮受災業主嘅意願，同時平衡整體社會嘅關注點，喺人情、現實同法理之間取得咗最佳嘅平衡，係一份值得受災居民同埋社會各界全力支持嘅務實方案。政府今次提出嘅收購價係未補地價嘅單位咧，每平方尺8000元。已經補地價嘅單位每平方尺10500元，價格高於香港測量師學會早前根據災前市場行情估算嘅每平方尺6000元同埋8000元，日價達到30%以上。測量師學會會長溫偉明公開認同呢個收購價合理偏高，當中已經包含咗一定嘅恩恤津貼成分。咁因此咧，受災居民喺區內重新置業嘅難度唔大。亦都相信政府已經同時兼顧咗審慎理財嘅原則。處理屋苑災後嘅保險賠償事宜將會係需時解決嘅事項。若果由小業主自行處理，過程唔單止係煎熬，更加係遠水救唔到近火。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指出，火險涵蓋協助回復宏福苑火災前嘅狀況同埋樓宇價值嘅單純建築費，並唔係咧將賠償上限嘅金額攤分俾每一戶，最終有幾多個賠償仍然有待各方商討，過程同樣係涉及複雜嘅法律程序，或者需要較長嘅時間商討先至會有結果。若果由政府收購業權，政府會成為同保險公司跟進嘅負責方，並且取得最終賠償金額，亦都即係若果小業主同意將單位嘅業權轉售俾政府，火險嘅賠償權亦都會轉交政府，由政府同相關保險公司商討。按此，政府收購方案等同於為居民承接咗同火險相關嘅複雜法律程序同埋時間成本，等居民不必再為此煩惱，可以直接獲得明確嘅補償，展開新生活。咁至於家居保險呢，就不受影響，小業主們可以直接得到相關嘅賠償。毫無疑問，呢個對於渴望盡快擺脫火災陰影嘅居民嚟講，係最直接、最有力嘅支援，更加係一個對業主嚟講雙贏嘅方案。政府提出收購受災嘅7棟樓宇嘅業主，當然亦都有權拒絕。不過喺超過70%業主已經明確支持收購方案嘅現實之下，若果少數業主仍然執意推動所謂嘅原址重建，不單止係無法阻擋整體收購嘅進度，更加會令到自己陷入漫長嘅法律戰。呢個意味耗費嘅唔單止係時間，更隨時係大量嘅金錢同埋心力。更重要嘅係法律程序無法改變樓宇已經嚴重受損、唔適宜居住嘅物理事實。雖然坊間有支持原址重建嘅聲音，但係原址重建係咪真實可行，其實充滿疑問。據測量師學會指出，宏福苑嘅公契係喺上世紀80年代訂立，當中只係提及大維修嘅權責，完全冇列明重建嘅條款。因此要啟動重建，必須取得全體100%業主嘅同意。但係現實係部分業主已經喺火災之中罹難，亦都有超過70%業主明確傾向收購或者換樓。要湊齊100%嘅同意票，喺法律同埋實務上咧都係難上加難。撇開法律障礙，重建本身咧亦都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指出，原址重建流程冗長，環節繁複，拆樓前係必須先完成業權處理同埋相關嘅調查工作，合計大概需要2年。樓宇拆卸工程大概需要2年，後續重建嘅施工咧大概需4至5年，各個階段環環相扣，冇辦法壓縮，整體需時9年或者以上，冇辦法滿足居民要快嘅安置需求。劉佩玲亦都解釋，選擇維修或者重建，居民咧需要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再同保險公司商討賠償安排。
過程中涉及測量、建築、顧問服務同埋招標等嘅程序，係會衍生額外費用同埋時間。而保單係唔係可以全數覆蓋相關開支，亦都難以估算。佢指出，火險嘅宗旨係還原物業，亦都即係維修後回復原有嘅樓齡狀態。但係大型維修工程可能需要同步符合現行消防條例，優化樓宇結構。有關部分開支最終係由保險公司定係業主負擔呢？目前係難以判斷嘅。咁最後，對於未被納入首批收購嘅宏志閣，政府並未關上大門。宏福苑應急住宿安排工作組組長、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明確表示，只要有一半以上業主同意，政府即可開始同各業主進一步商討收購嘅事宜。根據現在掌握嘅資料，即使宏志閣業主日後能夠繼續喺原址居住，宏志閣將來嘅大廈管理、消防、維修問題呢，由於公契以至地契都需要修訂嘅，當中涉及複雜嘅法律問題，冇先例可循，故相關嘅費用係咪要由業主自行負擔，而家未有答案。因此，宏志閣業主係必須小心考慮唔同選項嘅優缺點，根據現有資料作出對未來最好嘅決定。特區政府提出嘅宏福苑長遠安置方案係喺情理法中取得最佳平衡嘅務實之舉。對於受災嘅7棟樓宇業主嚟講，呢個係重過新生嘅最佳機會；對於宏志閣業主嚟講，呢個亦都係值得認真考慮嘅選項。喺日前嘅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面，35位發言嘅議員都表態支持政府嘅方案，大家都認同政府嘅安排情理法兼備，喺確保受災居民有得揀之餘呢，亦都係喺較短嘅時間裏邊滿足咗長遠住宿需要，係有助業主們可以盡快重過正常生活。與其原地踏步或者走入死胡同，咁就不如尋求最可行嘅出路。由政府跨部門組建嘅100人解說專隊，3月起將會主動入戶向宏福苑業主講解，並且設立熱線解答居民嘅查詢，為佢哋解惑釋疑。我相信喺受過專業培訓嘅解說專隊人員清晰解說之後，受影響業主都會更理解呢套最優方案，能夠作出有助早日告別災難陰影、重建家園同埋希望嘅決定。社會各界亦都應該全力支持呢項特殊中嘅特殊安排，讓香港面對呢宗重大災難時，再一次展現出守望相助、理性務實嘅寶貴精神。